喂，有。有。
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即马咱先来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庭。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天气变化足济吼，足济人可能感冒，也是身躯无爽快。毋过看到下骹搁有大家拢有出身吼，拢有来着足欢喜的。即摆咱要开始咱的敬拜哦。第一首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愿望来亲近你，更加依万里。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笔人民声音，我求心结，心结，心结，我求主，我敬拜你。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我愿望来亲近你，搁较依万里。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予我看你，予我听你主爱的名声音，我求心结。心结，心结，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我求主，我好求，我好。心结，心结，我求主，我敬拜你，荣耀，我求主。主啊，感谢你。
甲咱同在。主啊，请你保守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天气的变化，经济世界种种的纷扰，咱知过去一年充满足侪纷争，甚至是战争、连反伊的代志，足侪所在拢互咱感觉足无安全。主啊，恳求你甲咱同在，保守咱的心，安慰咱的心，互咱伫新的一冬继续仰望你，注心看你。主啊，保守咱的身躯，保守咱的心灵。主啊，求你照顾我，求你的信心甲咱同在。来，好一首。俄勒主，来，咱做伙起立，大声俄勒咱的上帝。主，下唱歌，也起山上手来宣扬主性命。俄勒主的路，得家就天蓝的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会听显明的世界，奉行阮的每日，当作人的为乐，敬拜敬拜伊。俄勒主的道，得拯救的拯救万民，伊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俄勒主，俄勒主。我写首歌，也起咱双手来宣扬主性命。俄勒主基督，得拯救的为咱赎罪，你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主会听显明的世界，奉行阮的命去，咱就将被归了，下拜敬拜伊。俄勒主基督，得拯救的拯救万民，伊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伊是弥赛亚。伊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伊是弥赛亚，伊是弥赛亚，我主我上帝。哈利路亚，阿门。我写予咱的主，好，来，咱兄弟姊妹请坐。来，我已经决定。咱一边华语一边台语吼。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无悔，世界的头前，世界的后面，世界的头前，世界的后面，世界的头前，世界的后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后悔，永不后悔。世界的头前，世界的头前。
世界的奥秘，世界的淘金，世界的奥秘，世界的淘金，世界的奥秘，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你真伟大，主哦，主啊，我神，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情愿产一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对我为辉煌，就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恭敬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阿门，阿门。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灵，在这大教教会看守照顾我们每一个人，领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你真伟大！每逢想，每逢听到，每逢思想你的看见，我就觉得好奇妙，一切充满了恩典。主啊，我看到伟大的星宿满天，我看到你所造的一切。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新的一年，恳求你带领，恳求你的圣神与我同在，带领我们，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
请你让我歌唱，让我颂赞你。阿门主啊，请让我默祷，让我纪念你。感谢主啊，请你让我谦卑，让我可以时时把你放在前面，把世界放在后面。阿门。主啊，你真伟大，愿你所造的，我们都时时尊崇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阿门。门。接续咱继续，咱做来祈祷，咱为着咱本身的罪来认罪来悔改，咱会让真做上帝欢喜的百姓。咱的信心要有仰望，有仰望，咱的性命常常爱来更新。咱嘛为着咱当工服侍的事，的当工人员，咱爱真正有委身伫上帝面前来做事工。咱真正爱顺服，咱真正爱谦卑。每一项事，咱必须要有智慧来做事工。咱嘛为着咱的青年儿童来祈祷。咱知影儿童是咱教会条少，当因受洗，伫信仰的顶面受造就，嘛诚做因日后因的品格会培养，诚做一个会见证主的人。咱感谢。咱嘛为着咱的还款，为着咱关怀弱势。弱者也是福音的行动，咱的重点是伫传福音的真理，有因有信心有仰望，咱嘛会当伫温柔来激励遮个毋捌字也是弱势的遮个亲情朋友，咱嘛为着咱的信者人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肢体软弱的来祈祷，请咱开喙为遮个事咱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知影你的主爱是信心，你的主爱是永远袂摇动的，你的疼是长搁宽、悬搁深，是阮无法度来测度的，因为你的应允永远不会落空的，袂改变的。伫一个新的年开始，愿用阮的生命来学乐你，阮的心爱仰望主，主心看伫你，阮的心爱时时来感测阮是毋是阮的心思意念符合着上帝你的意思。虽然过去一冬，阮每一人的境遇无同，但是阮确信，伫阮一生有你的恩惠甲慈爱，三甲甲阮支持。而且，阮阁要徛起伫耶和华你的殿中，要直到永远。阮感谢你。阮的教会有变动，有新的目标，新的意向。阮有欢喜礼拜，要来改变时间是伫礼拜日。阮有青少年的聚会，增加伫拜六的时间。阮嘛有社区的推动。圣神啊，愿求你来亲自来触摸到我们的心。圣神啊，求你来感动阮，来激励阮，因为你的大权能要充满伫阮的牧者、有牧师的身上，伫牧师娘的身上，伫每一位同工的身上，伫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上。你要经过阮的心智是有动力的，有目标来跑走，互阮的心决定要对主来行。服侍的甜蜜是诚侪祝福的。我嘛为着身体软弱，以及最近流感受传染的兄弟姊妹，恳求主你来医治伊的温哥，伫每一个因欠缺的所在，互因来紧紧来恢复。阮感谢你赏赐宝贝话语来勉励阮，因为你讲，阮倚靠耶和华上帝，你要赏赐阮快乐，因为凡事拢会，阮献上感谢。献上俄乐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千
即时，咱三角来启用启用文59篇，记载伫罗马书第10章，咱做来启用。你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心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我，就会得着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喙宣认就会得着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成为上帝是万民的主。伊要丰丰富富赐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骹热，哪会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看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拢明白。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现时咱请献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信靠每一句应许，愿上帝祝福咱。信靠每
感谢圣歌队的学乐，带咱会当伫即种的非常的热情来敬拜主，因为上帝应阮的每一句话，拢是充满着亮光。继续，咱来看消息通知。咱来看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主日会后有小组正常来聚会，请兄姐甲新的朋友踊跃参加。第二，本教会华语礼拜定伫2月初9。本地是拜六，咱调整伫礼拜时11点到12点。有参与到华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聚会时间。嘛邀请若有意愿伫参与伫华语礼拜的事奉的同工，咱会当甲牧师讲来请示即个细节。第三，请小组长牧区同工伫1月初9以前来提供2024年的事工报告以及2025年的事工活动计划，方便伫1月22日拜三就是明年咱今年度的第一届中级会要来对稿。本年度的会员好会要定伫2月23，这是礼拜日吼，毋是拜六吼。礼拜日要召开。第四，1月的寿星，1月初4是区雪玲姊妹林宗兰青年，以及1月初5是马慧珍姊妹，1月初8是胡淑芳长老，1月22是毛聪祥长老，1月26是陈怡静姊妹，1月28是吴望根兄弟，1月30是许丽仙姐妹。咱的奉献的明细伫下底，咱家己看。若感觉有错误，咱会当咱的会计来订正。咱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咱台语、华语拢读一解。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智、当仁爱、心心合合、心智专一。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腓立比书2章2节。接续，咱来做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2章1节到5节。腓立比书2章1节到5节，咱做来看。所以，恁若伫基督有甚物劝勉，也是甚物仁爱的安慰，也是有圣神甚物交通，也是有甚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智、当仁爱、心神合合、心智专一。第3节，凡事无得为着激动，也是为着空空的阳光来做。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咱本身。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第5节，恁着有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咱读到这，咱请吴木恩小朋友，咱来用华语读一解。大家平安，我要共读腓立比书2章1到2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谢谢，阿门。咱请小朋友，咱到前面，青少年到前面，哈，到前面。青少年，好不好？来，敬瑶青少年哈，我们陪着这些小朋友，比你们还年纪小的哈，带着他们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为这些年轻人还有老师啊，咱今仔日吼嘛，咱的主日老师有小可即当开始有做一寡变化，今仔日嘛，咱的新添技术要落去，等下来做讲课啦吼，啊，毋是讲课，上重要是陪伴这囡仔，互因有一个信仰的教育的造就，啊嘛，互咱楼骹已经将近2、3档这的2、3档这的老师吼，真辛苦，拢无礼拜。啊，所以嘛，也互因会当做伙起来楼顶，做伙含咱做伙敬拜上帝，吼。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为着这细囝来祈祷。啊，我们这个哥哥姐姐哈，你们就要按手握在这些孩子身上，好，这些小朋友身上，好，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哈，为这些老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圣神亲自运行伫阮遮的小朋友。甲遮的大哥哥、大姐姐，甲每一个老师的身上，主阮领受对主你遐来的智慧，就是会当陪伴遮的细囝、青少年，互因平安大汉，远远会当常常会当敬畏主你，会当得到智慧的心，互阮毋但会当陪伴遮的青少年，陪伴遮的小朋友平安大汉，是用主你的话语，常常来陪伴因，用主你的道理甲真理话命的话。来教导因，互因的生命会当真实得到成长，得到帮助，得到祝福。愿上帝你搁一摆来祝福伫遮每一个老师，互因有对天灵来的感动，对圣神来的引带甲带领，互因所讲的每一句话，拢通会当祝福、祝福遮的每一个囝儿朋友。阮伫你面前搁一摆将阮的教会每一个小朋友来献上阮的恳求，愿你塑造因、引带因、帮助因。互因成做传福音的勇士精兵，互因会晓分享主你的真理话命话，伫因的家庭、伫因的生活、伫因的生命中间，会当成做活我的见证。互因的生命有改变，互因的生命有成长，互因的生命会当对人讲出喜乐的生命，会当有造就的生命，会当成做别人生命祝福的话语。愿你成做因的帮助，嘛感谢你。使用这个无论中南、正瑶，甲这每一个青年朋友，愿上帝你亲自来使用因，祝福因的生命。愿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好，多谢恁。好咱嘛真欢喜，今仔日吼有一位新朋友，也就是咱的千雅姐伊的先生叫做全南兄啦吼，伊嘛姓吴吼，咱搁一摆请因起立吼，欢迎因。因伫拜四就要倒转去新加坡啦吼，所以嘛真欢迎因会当倒转来台湾，嘛来亲近上帝。咱嘛今日真欢喜，正瑶的爸爸吼，新达兄吼，咱嘛搁一摆请伊起立，咱拍鼓来欢迎伊。吼等下礼拜煞吼，咱会当甲伊请安啦吼。正瑶就是他拄仔徛伫我边这个年轻人啦吼，这个国中国3，伊本身是中南的同学。他拄仔即个中南伊的同学啦，我本身吼咧甲因做伙时，我讲中南，恁足特别呢，恁同学吼对你来教会吼，我看恁拢无啥咧讲话呢，这是因这特别的所在。为什么？因为因伫普通时咧讲话中间，就讲啥？讲伊有去教会啦。伊讲伊去教会中间吼，这人吼信神的中间就引带带领，所以咱毋通否定讲，其实圣神有真侪时阵伫咱的身躯边咧做真奇妙的工课啦吼，所以嘛真欢喜，咱今日咱三个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赏赐互阮新的活命，带领阮会当进入新的一冬，愿阮伫主你的光明的中间，通看见阮家己的生命的软弱甲罪过。无论伫阮的言行举止，以及伫心思意念的顶面，无法度通完全倚靠上帝的所在，阮拢恳求上帝你来怜悯阮，也愿上帝你赐予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会当常常伫主你的话语的中间来得到智慧的心，互阮学习来追求阮属灵活命，阮的生命所需要的粮食，帮助阮，互阮常常单单来仰望主上帝。愿你来坚固阮的心，帮助阮伫逆境的中间，会晓学习来倚靠主上帝，互阮学习更较深的祈祷的生活，
愿你圣神来教导阮，引带阮来行伫主你上帝，你爱阮行感恩的生命的内底。主啊，互阮来寻求你的旨意，互阮常常将阮的看路、将阮的重担、将阮的需要、学习来交托主上帝。愿你圣神来充满阮，更新阮的生命。伫新的一冬的中间，阮会有新的愿望甲目标，互阮会当成做主你好搁尽忠的奴仆，成做主你的门徒。伫阮的生活、伫阮的工作、伫阮的生命中间，来经历上帝你真实甲阮三个同在的生命。互阮的生命伫新的一冬的中间，为着主你的福音来传、来应光主上帝。主，阮嘛要为着在座每一个受青来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主你带领因。互因的活命会当搁加添一回，互因会当搁活出搁较感恩的生命来荣耀主。愿上帝你圣神来坚固因，互因的生命得到永壮，互因的灵魂肉体拢会当得到健康的生命，来伫这世间为主你做光做盐。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甲阮三个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搁一摆邀请你，你边的人甲伊讲新年快乐。新的年，咱有一个无相款的看见，就是咱会感觉讲，感觉新的年吼，就爱有无相款的啥的方向，对无？吼，你一定有一个期待，无论你头前，无论你即马你拥有偌济，无论你即马看见啥物，我相信每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年，拢有一个新的看见。因为咱每一个人身躯顶面拢敢若有夹一个啥，那夹一个，即个各船的船啊，即个船桨啦，吼，咱看倒手边即个图吼，咱每一个人哪像迄家己安怎，咧驶一条船啊啦，吼，啊，即台船啊吼，即个滑板吼，咱拢伫咧咱所要行的方向啦。但是咧，咱若是一个团队人，若做伙组织的时阵，你就会开始亲像啥，亲像正手边。这划龙舟有无？这条船啊，若要往着迄个目标，往着迄个方向来取得一个胜利，会当赢，咱必须得安怎？每一个人的这个船桨得安怎？得爱一致啊！所以咧，今仔日牧师要特别邀请咱做伙来分享一个足要紧，叫做同心合意的教会。同心合意的教会代表是啥物？代表伫教会内底每一个信徒要安怎有共一个意念、共一个心意，要按照上帝所带领咱头前的标来去跑走，甚至亲像即个划龙舟安怎，头前即个举旗仔的人安怎，最后举着的时阵是规台船安怎，逐个人伫遐欢喜，毋是举着即个人咧欢喜哪定？要紧的是每一个人拢同得欢喜，所以我认为。上帝呼召咱、拣选咱每一个信徒，无论信主的人，无论你进入教会也好，咱拢爱共同学习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你的家庭爱安怎？爱幸福无？爱嘛。你的生命爱安怎？爱得到祝福无？嘛是爱。甚至咱彼此大家欢喜做伙的时阵，你会当看到伊的面有笑容无？有笑容，毋是艰苦的。就算伊有艰苦，咱嘛会当安怎？带伊祈祷，甚至陪伴伊来做伙经验着迄个生命，要安怎对上帝遐来得到快乐。所以我认为，进入伫教会的人，每一个人拢爱按照咱生命所头前所查的标来跑走。所以我毋知影你的生命是属伫即个图的倒手边，还是正手边的。我认为咱今仔日所要探讨的咧生命，就是亲像。一个国家，咱要结盟啊，结盟啊，咱知影国家即摆咱国家若是牵倒一个国家做伙，咱就较有力。美国敢若较有力对无？啊，若牵欧洲、欧盟，敢若嘛袂歹对无？但是咱会当理解，其实人就是安尼，你会感觉牵什么人做伙，牵勇壮的人做伙，你就安怎？你会感觉做有气力。啊，你若牵软只的人，就安怎？软弱的。所以，咱来做一个刚强壮大的人，是靠主得到刚强壮大的人。咱就爱有按着一个共一个目标，安怎来向前？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内底
我认为咱每一个人拢爱共同建立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所以咱每一个人都爱调整生命，不管你即马你的生命是啥物，牧师拢邀请咱爱当靠着圣神来修补迄个生命的关系，重新伫主的听的内底安怎来建立一个合一上帝的教会。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在内底讲起，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听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做伙，像教会安尼，咱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来到伫教会，咱像咧团契，逐个人做伙伫小组。既然你有经验上帝慈悲甲怜悯，后壁第20节讲，恁着爱有相款的心志，相款的疼心，和諧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这个我是什么人？这个我是什么人？互什么人欢喜？互牧师欢喜吗？毋是啦，互什么人欢喜？互咱的主上帝欢喜。保罗伫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伊人伫什么所在？伊人拄啊好伫罗马政府的内底受迫害的中间，伊伫监狱。保罗伫监狱的中间，因菲律宾教会的人传这个批信，甲因讲：信徒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就爱彼此相听，同心合意，为着福音的兴旺来努力啊！所以兄弟姊妹，菲律宾教会是保罗伫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菲律宾教会因拄着侪三种的问题，也就是受到无论内部的纷争。教会内部有啥物人的纷争？这有阿爹有无？还有啥物寻都基？因可能是教会内面的领袖同工，但是因产生冲突。因嘛受到外来攻击。外来攻击是啥？因为迄当时有犹太主义，只要主张基督徒，因有可能安怎？因就爱守着摩西的律法，就爱特别受割礼。咱知影割礼吼，割礼就是咱即摆叫做就是男性的叫做啥？割包啦。但是咧，迄当时因认为，因就爱守摩西的律法，即个割礼才会当得到救啊。所以咧，因感觉安尼是毋对，这是犹太主义的。啊，佫有受到啥？放纵私欲的假教师，因咧讲起，只要伫稳定中，你就会当放纵你的啥？你的欲望啊。所以伫迄当时有侪遮的外在的攻击甲异端，在损害教会啊。所以兄弟姊妹，教会内部嘛有侪自私甲骄傲的生命的中间在产生。所以保罗伊不断地劝勉菲律宾的教会，就爱追求合一。教会若无合一，人甲人的中间就会产生侪冲突。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讲，所以伫基督的内底，若是有甚物款的劝勉，疼心有甚物款的安慰，圣神有甚物款的交通，伫基督内底，若有甚物款的劝勉是甚物意思？代表是讲，咱若伫基督的内底，已经得到伊的鼓励、安慰甲帮助，安尼咱的生命理当就应该爱活出有疼心的行动，彼此相款待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基督的内底有受劝勉无？有无？有啊！吼，咱拢知影耶稣基督安尼疼咱、救赎咱的生命，但是咱往往是听道理、听的吼，对人吼拢无迄种情啊，对无？这就是问题啊！所以讲，伫基督的内底，若有啥物劝勉，咱着爱安怎？咱着爱有疼心的行动哦。啊，疼心有啥物款的安慰？如果咱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来得到安慰，安尼咱就应该爱用疼去关心咱身躯边要袂捌主的人啊。咱看这边图吼，这是我即礼拜吼，带我的穆恩吼去食早顿的时阵吼，伫早餐店看到一个伊的同学啦。伊的同学的骹吼，感觉无啥相款啦，有啥物无共款？穿无共的啦。啊是安怎？后来吼，我去了解吼，伊的同学吼是厝内排名第3，伊下底搁一个小弟啊，顶面有2个哥哥啦。啊，伊的老爸拢较等的啦，吼。啊，然后这个查某囡仔吼，做即礼拜拢做冷对无？伊的爸爸吼
互伊这查某囡仔吼二年尔吼，穿短袖啊，吼啊鞋啊穿安尼啦。啊了，我就甲木恩讲吼，我木恩，啊恁同学你著爱甲关心，吼，我就问因同学讲，啊你鞋啊较穿啊？伊讲吼，啊就一双一支鞋，一骹鞋啊无去啊，吼，啊所以伊就摕另外一双来斗啊，吼。但是咱知影鞋啊，若是无共无关节无共，对伊发育就安怎，就会产生影响。伫这中间，我看到这个囡仔足需要关心。第二，我看到这个囡仔无偌久。我来的时阵，伊摕伊的钱包啊吼出来吼，讲叔叔，待会吼我请穆恩呐、我请穆恩早餐呐、我讲你为什么要请他？因为我有钱呐、然后我讲啊，钱不要露白，我们自己付就好了。吼，伊讲没关系，我有很多钱。吼，我甲伊讲，你钱要注意哦，咱唔通钱安尼现，你讲你有钱哦，哎呀小心哦。吼，伊讲哦，伊笑笑啊，就收起来。无偌久咧，伊就摕伊的作业出来吼，60几分数学，啊，就互我看。我讲哇，你考安尼哦，我就马上问阮查囝，啊，你考几分啊？啊，问我讲啊，安尼袂使，袂当比较，毋通我的查囝含人咧比较，安尼伊会受自尊心受影响。后来我就甲伊问讲，啊，你摕这出来，你要创啥？伊讲我爱写爱订正啊，啊，订正吼嘛无摕笔啊，讲要甲阮穆恩借笔啊。我讲穆恩笔借伊。啊，穆恩哦，嘛起来讲，他学校有啊，他都没有写啊。我说啊，你有没有写？你有没有订正？你说我订正完啦、啊。我说啊，他现在需要订正，你借你的笔来帮助他。好、穆恩有讲，可是我现在要准备要赶快吃完要去学校了。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甲我穆恩讲，私底下我甲伊讲，你这个同学，请你爱注意。后来，阮伫咧分享的中间，牧师娘甲伊讲，甲穆恩讲，穆恩，你哈中午放学牵着这个孩子、这个同学一起怎么样？一起走出校门。因为平常时我拢看到阮查囝拢是家己出来，你还咧等待找爸爸妈妈。阮就开始甲我的查囝讲你得爱带这个朋友、同学做伙出来。兄弟姊妹，我佮甲穆恩讲，穆恩，哪会使？邀请伊下课的时阵来咱兜做伙写作业，吼，得邀请你的同学，甲你的同学讲一下。后来伊隔工，这个同学早起咧食早顿的时阵，伊讲叔叔，我今天要去你家。我就甲伊讲，我讲你有甲爸爸讲无？伊讲还没。我说哦，那先不要，好，你先跟爸爸讲，回去先跟爸爸妈妈讲，不管他有没有来，至少我知道。他会不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讲？会。他跟他爸爸妈妈讲会讲什么？讲要去写作业，对不对？去写作业，至少他的爸爸妈妈就会开始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预备了。有人在关心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兄弟姊妹，我要讲什么？伫基督的听的内底，咱互相被劝勉。这是每一个信徒伫基督的内底。比劝勉爱互相用疼心来行动，但是咱疼心有啥物安慰？咱伫疼心的内底，咱得到帮助，咱嘛得爱安怎去祝福别人，去关心需要的人，互人的生命会当重新得到帮助。圣神有啥物交通？其实圣神伫这过程的中间，互我体会真深。所以，我昨伫看这个青少年咧分享信息的时阵，我咧讲。我讲静瑶，牧师如果下去带主日学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大家好。今天牧师爸爸要来跟你们分享故事。外囡啊，大部分拢外囡啊，对吧？爸爸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跟静瑶换成同学这个年轻人来讲，各位同学大家好，哪一种比较有亲和力？哪一种？都嘛学生囡仔，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伫圣神的内底有啥物交通？其实咱伫圣神属灵的内底，咱得爱彼此有所连结啦。唔是因为咱圣神有对咱的感动，干那对咱家己讲尔。什么叫做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啊？交通不单单是自己与神的关系，还有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所以心中有什么款的慈悲怜悯，
代表信徒应该爱彼此的关系中间，连接伫基督的慈悲的人面的中间去疼人。所以兄弟姊妹，菲律比书的内底，互我足深的体会。这礼拜我拜三的拜二的时阵，拜一，我拜二也拜一吼，我招我的同学右手边吼，这上恩神学生，今仔日吼，你有听到牧师的声音无啥声吼，我会知原底是我带歌，所以我讲歹势吼，上恩麻烦你今日帮我带一个。吼，我相信伊嘛足紧张啦，吼。但是，我会当足感谢上帝，咱的教会要做社区的工作，嘛拄啊好，互我会当佮跟我的高中同学佮有所连结。伊嘛准备伫今年新学院要毕业，吼，嘛拄啊有机会邀请伊来咱教会来协助咱的教会伫社区的工作，跟社会长乐做伙同工。倒手边这位吼，是我嘛是我的高中同学。伊是阮班上吼，会当讲是第一名的啦。我印象中啦吼，当初这个上恩吼，看阮这个同学石富明同学吼，拢伫班上5名内啦，10名内、5名内啦。我拢做欣赏，讲因这功课做优秀的。我知影我这个同学吼，我迄时阵毋知影伊是一个基督徒。我会记得伊伫阮的高中同学群组内底吼，伊拄仔咧讲，各位同学，我刚好从美国回来。有没有机会大家一起聚集、一起聚餐呐？后来吼，无偌久，我佮看到一个讯息，讲不好意思，因为我爸爸他不是胆结石，胆发炎呐，需要做内视镜手术了，所以吼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聚餐的了。但是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想讲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后来我知道他是基督徒。我就跟他关心私讯，我就跟他讲说：“同学，恁爸爸伫倒一间病院啊，需要关心，好我去为他做一个祝福祷告，好我顺便带着上恩，因为他也一直很关心上恩最近的状况，所以我得邀请上恩，甲伊讲要来看因爸爸。后来我这个同学伊伫讯息的中间，突然间停止都没有回了，我唔知伊想怎。”但是后来我讲，还好吗？方便吗？好爸爸叫什么名字？如果不方便，不要勉强。后来无偌久，伊就传一个讯息给我讲，伊讲委任，我非常谢谢你传了这个讯息，说要来为我爸爸祝福祷告，因为你传来的今天，我的爸爸早上刚受洗，但是他生病了。因为你的这一个关心跟祝福的祷告，要来陪伴他、带他祷告，让我很感动。所以你有想象到那个情节的安排吗？完全拢不是我已经知影因爸爸的代志，是圣神的内底拢在甲咱引带咱，互咱明白知影，什么叫做啥？你们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兄弟姊妹，我嘛咧鼓励咱的兄弟，我会记得这个慧娟姐慧娟姐伊的姐姐碧玲姐伊伫咱的边仔这养护中心我印象中伊当来的中间，伊是安怎？他是头还没有办法很正常转甚至他自己还没有办法直接站立伊今麦会当安怎自己站立他刚刚来就先做一个动作，就先站久一点。在他的心中，伊的心中，伊知影，伫这个所在，伊得到主的大大的疼痛，嘛得到咱的兄弟的关心甲祝祷。伊知影圣神的内底，伫基督的劝勉、互相劝勉的团体的内底，大家人互相激励、互相帮衬。所以兄弟姊妹，教会要安怎起造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咱爱建立一个彼此接纳的文化啦。一个团体若袂晓彼此接纳我甲你讲，连家庭你都拢无法度得到幸福家庭的内底，你若无互相接纳，什么叫做互相接纳？咱先看圣经罗马书15章第7节安怎讲？来，咱这位来读用华语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人甲人的中间，若是无法度通彼此接纳，就无法度通荣耀上帝。什么意思？
原因在伫倒位？我昨问讲，人甲人的中间无法度通接纳的原因是啥？无法度通合一的关系是啥？无沟通啦。了解我的意思无？我跟你无关系，我跟你虽然有亲情关系，但是我跟你的意思吼，拢是无共款的。就算是我甲我的囝嘛是安尼。所以我常常咧甲伊讲，你做错事情，爸爸没有怪你，但是我希望你要改过，你要改变。所以我若甲伊有当时吼，做生气，若甲伊拍了吼、骂了吼，我一定会做一个动作。大家拢唔知影，大家拢想讲，无输你拍囡仔有够恐怖。其实吼，我暗时拢是流目屎，甲伊抱咧，佮浸佮揽。然后我会甲伊讲，是咧，真对不起，吼，因为我知影过去我的爸爸伊袂晓安尼做，但是我知影我的爸爸的心啊，所以我即马我咧对待我的囝儿，我袂使用过去可能前一辈因袂晓的代志，我着安怎用同款的方式来对待。所以兄弟姊妹，什么是荣耀上帝的生命？就是爱互相彼此接纳。什么叫做互相彼此接纳？意念无共，关系利益嘛无共款，心态无共款。有的人看悬无看低，看家己的需要比看别人的代志更加要紧。这个拢是互咱的生命无法度通接纳一个人。所以兄弟姊妹，腓立比书咱今日所看圣经在第2章第30到第50讲啥？凡事唔通激动啦，唔通贪图虚荣的荣耀啦。只要着爱存心谦卑，逐人看别人比家己更较强啊！吼，我即摆来看到我的囡仔吼，伊拢会伫我的面头前唱歌哦。唱歌的时候讲：哇，你唱的比爸爸还棒！虽然我知道他唱的还没有比我好，但是我就要这样称呼他。为什么？因为我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大家人唔通安怎，得干那顾家己的代志，嘛得爱顾别人的代志。你们当以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兄弟姊妹，圣经做明确地甲咱讲，咱要安怎去接纳？接纳就是接受。要安怎荣耀上帝？就是咱彼此接纳，接纳就是接受，无排斥，无拒绝人。但是要注意哦，接纳无代表啥？无代表同意哦。了解我的意思无？接纳不代表同意哦。咱会当无同意别人的意见，但是咱爱接纳人，爱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咱着爱安怎？咱爱反对做，无同意做，拒绝做。但是咱安怎？咱爱听做人，接纳做人，无排斥做人。我头拄咧讲，我甲我的囝儿嘛是安尼。就算伊做毋对代志，吼，就算伊的行为，哦，我最近我无讲我的囡仔吼，泽恩吼，毋知去倒学会叫比中指的，哦，咱最近知影吼，比中指的会被罢免哦，对无？大家拢无咧关心政治吼，有咧关心国家无？安尼关心国家哦，哦，咱行为做一个人应该爱有的行为，其实我咧看待我的囝儿，伊做这行动的时阵，我会流目屎，但是我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我袂当因为伊做这无好的代志，安怎我得拒绝这个人，我反倒我嘛得爱接纳伊。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基督咧做的代志。咱的生命内底，咱爱知影，迄当时保罗伊在面对教会内底，因为罗马帝国所带互腓立比教会所带来遮侪影响，只要是基督徒，你会被罗马政府来看做是异端啊，所以咱爱知影，教会人会互规个国家人看做是啥？哎呦，你这特别奇怪。咱知影即礼拜吼，你若有咧看政论节目，会知影有一个什么人？有一个陈小伟牧师，有无？敢有人有去注意到？我有来看的时候，我做讶异，因为这是我的学长，大我2届。但是我听伊讲完的时阵，我知影，伊徛伫伊拄啊好会当罢免的迄个委员的内底，诶，迄个城市。所以伊伫迄内底中间，因为毋是伊一开始主张要去罢免的，是因为有一个青少年，甲伊讲，请问一下，你是教会的牧师吗？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见国家的危险，
想说在教会这边可不可以请牧师你来协助，借用你们教会的这个地方。后来呢，伊就遐做一个把面所的所在。伊咧讲，这个陈小伟牧师咧讲啥？伊讲伊一开始毋是要做这个号召人啊，伊咧讲啥物？伊讲这个青年啊，伊有一个动机，就是要疼惜台湾这片岛屿，看见台湾的国家的政府，才会做无好的委员，用无好的行为咧管理国家。所以咧，这个青年呢，伊请这个陈小伟牧师来做协助。后来这陈小伟牧师咧讲这个青年无偌久安怎，讲着去做兵啊啦。伊去做兵的中间，伊发觉讲，原来这个青少年，伊疼惜国家，伊有这个动机甲冲动，期待会当有一个所在，有一个领袖，甚至一个年纪比较大汉的来参与。我听这个陈牧师咧分享的时阵，伊咧讲起，伊咧讲咱台湾国家的民主，其实过去长老教会参与侪拢是跟民主有关的关系，所以人拢咧讲。长老教会拢民进党的，对无？拢是咧讲这，但是咱爱知影哦，牧师毋是要讲咱爱徛伫什么政党，牧师要讲的是，当咱伫上帝的自由的生命内底，如果咱伫咱外在咱的国家所处的环境，咱无要关心嘛，安尼，咱要讲什么？咱伫主的听的内底得到自由，迄是无可能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得爱知影，咱关心教会，关心国家，咱嘛得爱常常为着教会、为着国家来祈祷。诚做一个信徒，咱伫新的一冬，咱的祈祷的内底，咱对主的话命、真理的话内底，咱要安怎对基督无条件会接纳的听，来去听一个自味水的人。所以咱爱求上帝帮助咱。当我看见当这要罢免的人，或者委员的事。我拢咧看，讲主啊，我相信这个委员因的心无歹，但是当因去讲出遐话，充满着自高，充满着骄傲，充满着无法度通袂反悔生命的时阵，我讲主啊，求你怜悯因。我拢嘛求上帝帮助咱着爱更加来关心。虽然咱的台南市吼，咱无即款的立委，但是咱着安怎？咱爱为着全体国家。来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第二，咱着爱注意，咱要安怎培养一个共同服侍文化。他拄咱讲，咱爱建立一个彼此接纳的文化，才有法度通建立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第二，咱着爱培养共同做伙服侍。他拄我有讲到，即个即马吼青年入来吼，嘛足感谢新达兄伊做爸爸的吼，同意哦，讲好，你这。互我查囝吼，就去教会。吼，我甲伊讲，你的查某囝来到教会，阮是甲伊训练，阮是甲伊教导，阮是甲伊帮助，互伊的生命更较成熟，更较成长。所以我看到，逐个人，亲像圣经内底彼得前书第4章10节，逐个人爱照所得到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啦。圣经内底咧，甲咱讲起每一个成员拢有恩赐，无论大小，拢有一个共同特殊的啥恩赐能力，会当来服侍之。所以兄弟姊妹，你会使交代无？其实逐个人拢会当交代啦，逐个人拢会当创啥，拢会当看到人平安哦。咱楼骹有即个咖啡机的交代有无？哦，你嘛会当学泡咖啡哦。吼，咱若有新朋友来，咱就当泡一杯咖啡互伊啉。吼，咱伫遐中间会当坐来，甲伊做伙谈话。伫个过程的中间，就是咧学习，会当安怎？每一个人按照逐人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所以腓立比书第1章第27节讲：只要恁行事做人，甲基督的福音相称啊，后壁恁着爱知影，恁着爱有共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啦。所以你看见我头拄讲起，如果那个陈小伟牧师，他就是看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有这样的委员，他鼓励全台湾，就算你不是在当下，你有这样子的问题跟困难，你也要关心这件事情啊。所以我真感动，我看到这个学长，伊伫咧中间，伊用感谢，伊用伊的行动，
得行出伊安怎疼惜这片台湾。所以兄弟姊妹，信主的人毋是拢无要插政治，毋是。你若看规本的圣经的内底，拢是含啥？含国家、含政治有关系啦。拢咧讲国家爱啥物人来救？上帝该救啦，毋是靠人啊。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无关心国家，无了解国家的需要，你逐工啊，伫遐咧读经祈祷，主啊帮助阮，你是要安怎祈祷？你毋知要安怎祈祷。所以牧师嘛，毋是要鼓励咱逐工伫遐咧看政论节目，你爱去了解伊背后咧讲啥物。讲了后，你著爱灵修安静内底求上帝甲咱帮助，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兄弟姊妹，最后牧师甲咱分享，每一个人，他带咱讲起，逐人爱照逐款的温素彼此服侍，吼，共同服侍文化，就是爱逐个人拢爱做服侍的一部分，吼。温素是彼此得到利益，吼。咱爱知影，圣经内底讲啥？讲逐人爱照所得到的温素彼此服侍。什么叫做温素？就是你有特别这种的温素啦，吼。咱知影，咱有姊妹哦，做煮锅烧意面的哦，吼，我嘛做想要有期待哦，我嘛想要，这姊妹煮一个锅烧意面来食看卖。我本身做爱食锅烧意面的，但是我妈妈拢讲毋通食意面的，吼，因为我嘛对迄意面会有过敏，所以我就拢吃乌龙面，乌龙面就较无要紧。但是我咧讲啥？恩赐彼此是会有利益、有帮助的。教会若要办活动，你看见有个人真有主食，有个人真有招呼，有个人真有安怎？会当安怎？音乐的服侍，吼，讲话服侍，帮助彼此，逐人互相得到利益。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12节讲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兄弟姊妹，成全信徒，吼，咱要安怎样彼此伫服侍内底，彼此得到利益。咱就爱知影，上帝爱咱伫彼此的服侍温素的目的，是要爱咱伫彼此服侍内底，互每一个人得到利益。所以咱爱知影，这段圣经节是教会内底领袖甲职分，讲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甲牧师、甲教师的设立。这个人要创啥？这个人拢是咧建立、装备教会信徒啦。吼，这段圣经节你若去遐看，伊是咧讲起。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甲教师，为着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这咧做啥物？就是咧甲咱训练啦。训练装备好了后，咱就会安怎？咱就会当来服侍上帝啦。所以大家人就会当各尽其职来应供上帝。所以即摆阮听到主日学的老师真无用，真辛苦，因拢又要做袂落去啊。人阁无济，咱真侪老师落去楼骹，咧投入伫栽培教育。这老师因真辛苦，但是无人知影因的辛苦。后来阮伫东江会中间新添执事就徛讲，好啦，我来，然后拜四东江会中间因咧讨论的中间，讨论了伊就讲，安尼我知啊，这故事圣经的故事毋是安尼讲的，这个故事你若无好好用一个旁敲侧击，然后让小朋友明白这诗是啥，小朋友根本不可能会明白。有做侪专有名词对孩子他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咱的当讲伊嘛有一个体会感动，讲无要紧，这个部分我来想看卖，我来祈祷看卖，我会当来参与。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我感觉每一个人各尽其职。为着就是要帮助每一个信徒，大家人当得到利益。所以兄弟姊妹，咱最后就爱知影，做伙服侍，咱爱知影咱的温素的材料是啥物人想出的？是上帝，毋是我头拄仔讲的哦。讲有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甲教师哦，毋是哦。重要是这个人拢是因为上帝想出因温素甲能力，所以愿主帮助咱。咱常常伫主的听的内底，做主百般温素的好管家。咱每一个信徒、使徒，咱所拥有的温素甲资源，咱拢有责任，就爱好好来做好的管家，掠上帝做咱生命的中心啊！你若心中无上帝，你的温素材料甲能力，有一天上帝若甲你客气，
你什么拢无。所以兄弟姊妹，这伫牧师的身上有足深的体会。牧师有跟咱分享过，我若无上帝留落我的活命，我今仔日无法度徛伫这个所在来讲上帝的信息甲真理。上帝留我的活命，互我会当搁一摆徛伫这个所在，互我体会真深，毋是倒咧困，是会当徛咧为主宣扬伊的信息甲真理。我尽忠、尽心、尽力，就是希望我会当毋通搁亲像过去。人甲我问讲，委员哥，你即摆上希望的是啥？我最希望会当倒咧好好休困。即句话我毋敢讲，我真正毋敢讲。我即摆唯一就是要好好尽忠、尽实，好好来为主做工，来帮助人，互人来认捌主的真理，甚至互人来认捌要安怎装备家己来服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菲律宾教会伫罗马帝国的压迫的内底，保罗提醒菲律宾教会，就要学习彼此接纳，毋简单帮助因。勇敢徛在坚持持守这个信仰，嘛避免伫教会内底产生分裂。安尼，咱的教会，咱嘛着爱做伙学习，咱爱做伙建立一个彼此接纳的文化。伫你的家庭，伫你甲人的中间，你嘛着爱学习用这个做目标，彼此接纳。不喜欢的人，不喜爱的人，你都要时常提醒自己。牧师有提醒我。要做一个彼此接纳的基督徒，咱嘛着爱培养共同做伙服侍。当你接纳伊，你就会当甲伊做邀请。亲像头拄我所讲，当我的囡仔、我的查某囝，伊会晓家己写作业，伊家己晓做这个代志，我就甲伊讲，你爱邀请你的同学，甲你做伙写作业，这个叫做共同服侍啦。所以咱伫教会内底，咱毋是家己服侍那点。咱嘛着爱分享教导，甲人分享服侍上帝足好诶，足受祝福诶。会当服侍上帝是非常诶美好。愿咱帮助咱上帝圣神帮助咱。伫新诶一冬，咱有侪挑战，但是咱需要搁较做伙同心合意诶心志，做伙来建造一个同心合意诶教会，来得主诶欢喜。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为着今仔日阮所领受的话语来献上感谢。你借着腓立比书提醒阮，伫基督的内底有合一，合一对阮来讲是何等的要紧。阮恳求你帮助阮，伫新的一冬的中间，阮有侪事工要做伙来做，但是阮需要圣神伫阮逐人的心中来做工。亲自来感动阮的心，除去阮心中的自私甲骄傲，想事互阮有够额的疼心甲谦卑，互阮会当真实有够额，甚至有火热的心来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服侍。主啊，愿阮将阮家己会晓交托主上帝，求你帮助阮来起造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互你的教会真做合一，有疼。有温暖，互人会当真实看到主的教会。也感谢主带领伫今仔日来到伫阮中间，千雅还有全南兄，还有新达兄，我们恳求你赐福他们，祝福因的生命，帮助因，无论伫因教会团队也好，牧养也好，教育也好，以及工作的内底，阮拢恳求上帝你赏赐互因平安甲喜乐。互因的心中时时刻刻有主你的仰望的话语，真做因生命的帮助，带领因行头前的道路，来得主你的欢喜。愿上帝你赐福阮在座兄弟姊妹，会当常常伫祈祷的内底学习，为着彼此的需要来祈祷，互阮真做一个大道的勇士，真做主你好搁真重的管家，来得主你的欢喜。阮搁一摆将阮所求所想来献上阮的恳求。愿你来听，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诗篇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咱做伙起立来吟。
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基督稳定主一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基督稳定得着合一。家己的心，独一的主，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生命，咱相处正直，家人一体。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基督稳定主一合一。咱对基督的稳定得着合一，基督稳定主一合一。独一上帝，独一的主。同一个心，同一个听，对一个诚实，领受同一生命，咱相处主义，家人一体。请坐，这是咱的甘心奉献。这是咱的奉献，咱若第一届来到教会，也毋知影这奉献的意义，咱下当毋免奉献吼。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这是咱做爱纪念奉献宣告祈祷文。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视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地，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神，三位一体，在地现在地。将来也永远地地，无骄无尽，阿门，阿门。愿你的话语教导阮，新的年，阮学习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来保守圣神所赏赐合一的心志。
愿耶和华赐福恁，保护恁；愿耶和华互伊的面来光照恁，施恩互恁；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恁，赏赐恁平安。阿免。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密道避会。保护，到是我的